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哇，老兄兄，你拄则打了伤大力啦！我感觉我的脚强要乌青啊，反正骨头搁别贵咧。我看我明仔载爱请假，袂当来上班啊啦。一点乌青算啥？我是咧救你一命，好无？若是A人真是赢，你看总监啊，敢会甲这个小算伫咧头壳顶？我就是感觉艾伦剧本较好啊。不过我感觉怪怪，但总监毋是一向拢就事论事。会听大家意见，哪这个这么坚持家己的想法啊？关系着交还，哪有可能无坚持？唔对啊！交还进前甲朱莉翕相的时阵，陈总监嘛真支持啊！这个拍戏哪反对啊？迄是你无看到，顶个朱莉甲交还两个人伫咧夜皮足亲密的，连爹爹相大相细的人拢伫咧边仔拍破啊呢。总监心内本来就无爽快，若是搁互交还去拍戏，万一甲朱莉假戏真做，要安怎？拜托，你敢袂想伤济啊？唉，阮朱莉女神吼，才袂看介伊交还呢。交还看介伊朱莉嘛袂用的啊，费得较保险的，迄是家己两个分开较好，才袂烦恼。你安尼讲意思是，陈总监甲交还伊？细声，总监无想要互人知影。我拢看袂出来呢。这是有够含慢呢。无怪陈总监要反对。这袂输一出强人强呢。恁查某人心机这么重，有影足恐怖、足复杂的。什么恐怖复杂？是你头壳伤简单好无？你看，顶届朱莉毋是私底下走去交还咖啡厅打卡，你敢会感觉倒位怪怪？因敢若合作过一届尔，当时变到这么好。我甲你讲，这件代志绝对无单纯。我若是总监，绝对比伊搁较无欢喜100倍。所以一定要为源头，甲因两个人关系切断，切彻底斩断。我应该相信交还，伊甲原处理无啥，拢是我家己想济啊。用过我偷偷甲伊遮尔好的机会杀掉，你敢呢？阁有一件代志要甲你报告，就是青溪开发案的宽评一直无通过，银行的贷款嘛因为安尼无落来，我烦恼安尼落去，公司的资金会有问题。我拄好要问你，我听讲宽评会早就开啊，咱一直拢无消息啦。因为环保局向向通知讲要遴选宽评委员，所以我有联络综合客户科的杨科长，也毋过伊常常无伫的，或者是咧开会，
有留话互伊，伊嘛无靠互我。哪会安尼啊？明仔载我过来去环保局，亲身拜访杨科长。好，安尼我先来等。嗯。赵王副总，你要回去？是啊，领导打讲，我先来走吼。好，顺行。哪会较早就下班啊？工课拢互抢去啊，无通加班，当然爱转来陪我的未婚妻食暗顿啊。讲到暗顿，我巴肚有淡薄枵啊呢。想要食啥物？我的工课还未做完，食一碗简单的，也毋过一定爱有汤哦。我知影有一个所在袂歹，我带你去。哦。行。你甲冰红阿姨即摆啥款啊？自从伊的办公室搬去工厂了，阮就真少见面啦。嘛好啦，较袂无自在。工厂对兴华这么重要，拢回管，毋就代表你的权利互分走啊？减一寡权利，就减一寡责任。较有时间陪你出来，毋是真好？恁的面来啊！多谢。来。多谢。我是甲你讲正经的。我嘛是甲你讲正经的。这卤味真好食，你食看卖。阮一家人拢真爱这间店。前几工我才甲爸来食过。恁爸对我也是真无谅解吼。我袂甲伊讲咱的代志，我嘛无想要主动甲伊讲。其实，这阵仔发生真侪代志，互我无啥确定，是毋是会当像以前遐尼相信阮爸？你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你拢会甲我讲，我会用做你的军师，互你一个建议。当然啦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无甲你讲，甲谁讲？紧食啦。所落来要报道的是，新议员詹春清伫前几天讲自爱自家负责任老滑机违法占用公有地。詹春清议员伫因来甲弱势团体对立咧，无亲像一个政治人物会做的代志啊。头家，敢会当换别台？好啊。紧食啦，菜阁有真济。多谢光临。伊今日敢若无啥欢喜，你先去安慰伊。我收完才甲恁讲。好。阿片。想袂到 Allen 是这种人，伊毋是足欣赏交还，海报嘛是推荐交还甲朱莉合作，是安怎微电影就袂赢呢？一定是有一寡顾虑嘛，而且这个决定是大家做伙讨论出来啊。所以毋那是 Allen 一个人的问题，是毋是朱莉对无？一定是想要规碗捧起，都占名声。一点仔好处拢唔留互交还。毕竟原助理才是这个行销重点嘛。迄又该安怎？交还敢有拖落去？有交还伫个，迄叫效果变好，好搁较好 ，good and more good。而且微电影的钱也毋是朱莉伊出的。sorry， 我毋是针对你。我知影你是听交还的，收到你要甲 Allen 甲朱莉两个派对会人大战，辛苦你啦。
是袂啦。我食是无要紧啦，有着食，无嘛无差。什么叫无差？我替你设计转型之路就安尼无安尼。助理嘛真正有够凶诶！迄天迄歹报我就看出来啊，感觉咱无够有名，感觉咱配袂起。袂啦，我改去的时阵状况真好啊，而且阮咖啡厅生意变好，嘛多谢伊有来打卡。你甲即种人收了收单纯啊！你是安怎毋讲伊借你这个咖啡厅来做公关，表现伊亲切？唉，即种人哦，我看足济，两个字，足假。三个字。哎呀，毋是，你看即马伊敢会来你遮消费来看你，敢无？对啊，阮助理敢阁有甲你联络？无。所以我就讲啊，伊只是利用你尔啦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我伫交换本来就拍算以后要专心经营的咖啡厅，啊那码头的代志就顺其自然啦。对啊，干那咖啡厅的代志，我就足无用的。安尼你敢要找人来斗相共，人客变济啊，你一个人伤辛苦啊。卡廷拄则有讲，伊下课要来做线工，我有答应回去看卖。安尼就好。恁讲有心情伫遐汤干蜜甜，讲茶米油盐，哇！算了，别人伫食米粉，我伫发烧，我真正加超烦啦！我甲恁讲吼，我忝啊，我要回去困。遮尔晚，你敢搁要啉咖啡？唔免，予我一杯果汁好。马上来。来，你的果汁。多谢。你嘛免安慰我真是无差。我对拍微电影本来就无上大期待，阿皮是为我好，也毋过演员甲马导也是无共款，毋是想要食就当食。我知影你看了真开，对啦，迄个你真正捡着手链啊，敢无人来摕啊？我是看迄条手链啊，应该无伤，碰见的人应该真着急。迄条手链啊，本来我是有答应讲这件代志是袂讲出来的，也毋过甲你讲应该无要紧。其实迄条手链啊是阮助理的。阮助理？你毋是讲迄个查某囡仔讲有派人伫咧留意？对啊，就是伊啊。伊讲的派人应该就是古仔表演师。而且去的时阵，我无认出来，是后来咧点来找我摕手链啊，顺续伫阮店来打卡迄天，我才发现原来是伊，而且伊阁拜托我，请我莫甲这个代志讲出去。也毋过我甲你讲啊，你莫甲别人讲，好无？你哪毋较早讲诶？你也无问，还阁有你奇怪呢，反应哪会遮尔大？我毋是啊。因为迄条手链啊，是我甲你做伙捡到的，所以我当然会关心一下啊。刚才我迄天有摕阮店内广告单互伊，伊才知影会当来遮找我。你看，未来就无机会搁合作啊，无的确迄条手链啊，就无机会摕互伊。好啊，即马手链啊的代志嘛，完美结束啊，你就免烦恼。我哪遮尔戆啦？到底是安怎啦？无啦，我着伫咧公司做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即马足后悔的。你还是我一杯咖啡好哈 ，double espresso， 我的头壳需要清醒。好，马上来。我到底是安怎？齐总，敢要啉茶？我会当派人去准备。唔免啊，刘科长，你的时间宝贵，我就直接讲啊。阮公司的青亏开发案进前拢无问题，
为什么雄雄爱定选宽评委员啊？这个 case 哦，并不是阮故意要刁难啦，是议会并有状况。有议员认为这个 case 有真大的问题，要求阮重新过来，阮嘛无法度啊。哪会安尼？因是有啥物问题是？我嘛唔知影。敢方便请教一下，是倒一位议员有意见？张伟，我要找俊清。请礼拜。詹议员，回边来找你。张伟，你先去报营啊。对啦，敢要啉什么？清亏案是有啥物问题？为什么在议会无有这个 case 过？这是顶个月议会议事录，有几位议员提出意见，怀疑恁爸徐国雄在做议员的时阵，甲宽评委员偷偷学习。我是警政卫生委员会调查人，袂当无出面处理啊。阮爸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？在发生啉酒开车弄死人的代志了后，你阁相信恁爸？我这是真严重的罪，就算我无出面，其他议员嘛会查，所以我决定插手。慧敏，我这是在暗中保护你。加在即马只是议会内部调查，也未报予检调机关。你若是愿意，咱会当做伙想办法解决。意思咯，敢会借我看？你当走走无要紧。多谢你。慧敏，你甲张友莲敢结婚啊？我已经在计划啊。安尼就先恭喜你啊！意思咯，看完我再甲你联络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，你在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老屋檐下。友莲，你倒来啊？今日看我哦。今日代志足济。你过来无用啊？对啊，今日公司的代志较多。哦。安怎？是毋是拄着什么代志？有一寡问题啊。敢需要斗相共？你讲过，你用来做我的军师，我嘛用做你的军师。我阁会当应付，假使我真是拄着困难，我才请你斗相共。好啦，你若需要斗相共，随时甲我讲。对啦，明仔载透早，我想要去看阮爸。哦，你是要去甲恁爸讲咱要结婚的代志哦？几点？我甲你做伙去。友莲，咱结婚的代志，敢会以后再讲？我公司有代志想要甲阮爸讨论，甲结婚做伙讲足奇怪，你伫现场嘛较无方便啊。好啦。你敢食饱？食饱，安尼我先去哩。
我收到你送我的皮包啊，我真介意。我知影你介意这个牌子，在日本拄好看到出上新款，就买啊。你明仔载敢有时间？我派伊，互你看嘛，你替我选的款式敢有适合我？我才拄转来，还有真侪公司要处理，过几工才去找你，好无？唔好。唉，莫使性地啊。对啦，你敢有看到我互你的惊喜？万坡百汇尊银卡，安怎？我会留意随时入去你公司，甲你见面是？比迄个较好，你用伊在万坡百汇 shopping 无限制，想要买啥就买啥，小单我来付。就当做我袂当常常甲你见面来补偿。好啊，到时阵你莫唔甘钱哦。袂啦，我的助理欢喜上要紧。好啦，先安尼，我要开会。嗯。救救你！哎，你内面弄门啊！你下课走遮尔紧创啥？一下就无去啊，害我拢找无你。我先赶转来等补习啊。哎，唔对，你来阮兜创啥？我嘛是来等补习啊。你应该是要等卡停吼。伊无伫个。为什么？伊去佗？去约会。伊去约会？搁啥？甲足缘投的查甫囡仔。哇！是拄一个小囝，到动我卡停欠破。哦，足歹呢。哦，迄个小囝吼，身高差不多180公分。我看伊迄个身材，应该是有在运动练身体哦。哎呀，若讲外表吼。加油好无？人迄个目睭吼，安尼微微啊笑，哇！查某囡仔拢心花开呢。重点吼，伊阁是一个 model， 家己开店做头家。你讲的迄个人，敢讲是？所以卡廷甲伊交换过哦。白痴哦！卡廷是去交换过的咖啡厅做刷工啦，伊下课就过去啊，你遐紧就加，所以卡廷甲伊交换过哦。好笑性，无聊。等下有电话。喂，遐里。啊？是安怎今日袂当补习？我阿姨要去抗议，让阮淡薄仔少，我嘛要去。抗议？抗议啥物啊？就是最近新闻部的主委一家，我阿姨是遐院长，因要去陈俊市议员服务处讨公道。陈俊清哦，吼，我足讨厌伊的。你讲人有淡薄少是无？好，阮等下去找恁做伙抗议。你等我者，阮等者就出门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我拄则敢若听到你讲阮，我无要去哦，我要去交番国遐找卡廷。哎呦，咱即马是要去做大代志，莫伫遐想卡廷啊！去外三国。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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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议员，你讲出来，卖面点来的，你讲出来！抗议！抗议！抗议！好啊！各位较冷静嘞！我警告恁哦，恁要吵，上好去外口吵。这内底算是私人产业，我当讲你非法入侵。阮厝的时间嘛是私人产业，凭什么叫阮搬走？对啊，凭什么？议长，你的高龄是在公有的土地顶面，请恁搬走，
嘛是天公地道啊！你想讲啥？阮的合约是20年，为什么去停车场就要叫我搬走？阮遐囡仔是要安怎？就是啊，哎，这嘛是啥无讲道理啊！去停车场这个代志是都市计划已经计划好的代志啊！你是在讲啥？合理啊，那是解决在地停车的问题。你是在讲啥？是啊，我甲恁讲，你若是讲安尼，我就报警啊！你即马就去报警，想互全世界拢知影你占大议员有我俩爱后爸，我俩无体，无体，还不是好主啊，还你钱，好主啊，还你钱，好主啊，哎，好啊，莫讲你啦，我讲啦，就甲你讲啊！丢你！来，到啥个？行，等注意好。这个人谁哪个唔走啊？伊免闹到什么时阵啊？哎呦，只是2、3只鸟尔，等下伊吵完就走啊！我这是议员服务处，因凭什么霸占？你马上去管区来赶人。哎，你也想清楚，管区若是知影，媒体马上就知影，拄好顺应的伊，因即马就是要互大家感觉因是被害者，安尼因才会当继续用可敬的价钱。相信我，千万莫中计，这时阵莫讲话就对啊！喂，尊清，我想要找你讲清亏来的代志。好，要有当时见面。你即摆敢有在办公室？我伫。安尼咱见面讲，我伫要到啊。回斌，回斌。黄皮青，好主啊！黄皮青，好主啊！黄皮青，张议员，你回到面前来，带你搞出来！你有才调家己电视讲我做的是敢唔对，你就出来面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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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阮为选民服务的所在，恁这种行为，互阮造成足大的困扰。恁在这吹冷气，一个有偌济孤儿爱去困街仔路，你知影无？你为这种议员做这种无良心的代志，你敢会安心？我嘛是选民，张议员出来为我服务！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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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，出来！出来！冷静咧！出来！张议员，你是不是要讲别事？落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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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啦，恁有话大大讲啦。什么叫做大大讲？即马几60个囡仔伫倒啊转去，我拢唔知明仔透早，阮的厝是不是中跳小姐了啊？，我是徐慧敏，是高雄议员的查某囝，你敢会记得我？是啥都无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阮哪有一间厝，阮哪有一个所在咱过日子，安尼敢会用的？张议员，无你甲我讲，阮是要安怎？囡仔是要安怎？你是要安怎？你讲不良心啊！你讲啊！卖生气，卖这吵件代志一定有参选的空间啊！别人讲咱无效啦，张议员，你甲我讲要来解决。这代志要我解决。各位，听我讲，老院长，恁的要求我拢会当了解，只不过今日是恁占用公有地，我身为议员，只是照法律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恁的要求我拢有当了解，只不过今日是恁占用公有地，我身为议员，只是照法律。你创啥？什么叫法律？我用你咧讲，你根本就是打阮这普通人，弄到议员，弄到议员，弄到议员。
客厅3秒，楼梯5秒，走廊2秒，所以10秒一口气冲去房间，就算安全逃离成功。敢讲有这样拄好？爸。你嘛免伫遐想办法闪避啦，也毋是无了解你啊。老实讲，谁哪将话才倒来？就去补习啊！即摆晓丽拢咧交番过的咖啡厅，甲我卡廷还阁有小开补习。我有甲阿妈讲，你嘛知影啊。你搁骗嘛？我拄则才打电话互交番，伊讲只有卡廷去做散工，恁几个根本就无出现。是因为我看你吼是无想要出门啊，你嘛免阁想要安怎讲白贼。明仔开始一个月袂当出门，还有你的所费嘛？因为回民姐，你讲对回民是要创啥？我今日看到回民姐入去张俊清的服务处，然后我就替阿兄烦恼啊，想讲对去看卖，才接换转来。你即马无头无尾伫讲啥？你甲我讲个清楚。今日我甲小凯经过张俊清的服务处，就看到一寡人伫遐抗议。后来就是讲去斗地，回民姐就来啊。原来伊甲张俊清阁有来往呢，然后安怎？然后遐抗议的人就开始带物件，迄个张俊清哦，就甲伊外套脱落来，安尼保护回民姐，无爱互遐物件等着回民姐，就亲像偶像剧的男主角保护女主角共款，就安尼甲回民姐带去伊的办公室。刷落咧，刷落，因两个就踮咧内底无出来，我就想讲，看回民姐当时出来，也毋过惊伤换你的妈，我就先转来啊。爸，你讲迄个回民姐，哪会又搁甲张俊清行做伙？安尼阿兄是毋是着做乌龟啊？你莫有白讲。那安尼，敢要甲阿兄讲？囡仔人莫管遐尼济，你莫甲恁大兄讲，我来处理。迄落，你讲迄落袂当出门？你现在爱互处罚咯，也毋紧去房间困。准备，我马上倒伫眠床顶，哈，爸，晚安。因拢总几个人？差不多8到10个。带头的就是住的一家二楼老外机，其他的人我无看过。啊，门口敢是去？过程应该拍得真清楚。好，则麻烦恁提供影片。到时阵则麻烦你。多谢你，俊清。做爱自家这个代志，敢应该莫闹大，安尼对双方拢无好。因占用公有地在身，搁走来我遮闹代志，在情在理，我拢无做毋对啊。我知影恁无毋对，也毋过老姐因的状况一直无好，你逼因搬走，互因走投无路，因的反应才会遮尔大啊。你甲老外去诚实是无？我伫做阮爸的助理的时阵熟悉伊的，常常做伙参加慈善活动。其实导致伊伫社福界有一定的地位，做爱自家这个代志，法律是徛在恁这边的，也毋过嘛要考虑到社会看法啦。因为大部分民众也是较同情弱势啊，真侪人可能会感觉你社会议员来欺负弱者，加减拢有一寡无好影响。你讲的是有道理啦。你无继续做政治，有影足可惜的。伫这方面，你比我较厉害，
卡出这件代志是你来处理，就袂舞甲遮尔歹看。慧敏，若是会使，敢会当请你替我处理厝外这件代志？我遮拄做议员，都发生这款代志，我嘛烦恼会互社会大众有无好的印象。你若甲我斗相共，我就会当放心啊。我毋是毋斗相共，只是我答应过友莲，我袂做政治。安尼，假使动作交换，你替我处理厝外的代志，我替你解决清亏案的代志咧。这么清亏案我都通过，应该是你上烦恼的代志啊。若无，你嘛袂遮尔着急来找我。我早起看过阮爸，伊甲我保证，伊绝对无做违法的行为。机会调查根本就是其他的人挑工要甲阮起甲创空。你相信恁爸讲的？我相信阮爸。好啦，既然是政治的问题，都要用政治的手段解决。我伫议会绝对会当斗相共。厝外之家的代志，算我私底下拜托你。我嘛替你解决清亏案伫议会无都通过的代志。这个合作，只有咱两个知影。只要咱两个拢莫讲，你就袂互人误会，嘛甲你敢要做政治无关系。若无，你回去考虑看觅，再搁回答我。好吧。老丁。垃圾分掉，枸杞蜜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莲啊，两个就弯起来。垃圾分对啊，掉，就枸杞蜜啦。见拄好，助理小姐嘛来遮买物件。无蜜啦，互我这张尊银卡，我已经真无彩啊。敢我介绍一下？这位是高彩薇小姐，伊是美新集团董事长的千金，嘛是美福利公司董事长。这位是袁珠丽小姐，是国际 model， 而且伊是你投做迄间经纪公司今年签的无名的 model 哈。Hello， 你好。哇，你本人比相片好看真济呢。诶，你嘛介意这个白做配包？你这卡是上新款的哈。阮男朋友在日本看到，感觉我会介意，就买互我。其实迄卡之前我甲易容伫日本耍的时阵就看到啊。当时易容阁要送我，要毋过我感觉伊的款式色水拢伤普通啊，我无适合。今仔日看伊拍，甲伊真都真配合。你男朋友敢讲真好？时尚本来就无啥物是绝对啊，爱看个人敢有适合。你讲的无毋对，不管什么物件，适合家己的身份地位，这是上重要的。无是会变作笑话的哦。你讲对无？易容。伫两位村卡的面头前，我是卖发表意见，较免恁笑我。
要哪会咧？若不是因为一份长遐尔专业的监工，我大个新运动，哪有可能在万普遐个国际百货公司办发表会？到时阵，希望恁两位都会当来捧场，支持一下。当然，一定支持。再见哦。伊拄则讲佮见面啊，啥物意思？应该是半年前阮咧巴黎 party 见过面，应该是迄件代志，你莫想这。老易勇，你的过去我也莫计较。要毋过，既然咱是以结婚为目标伫个交往，我是认真的。希望你莫做啥物互咱两家歹看的代志。有一寡代志应该怎处理，你家己想办法。我知影，给我一点时间。请你来。董事长，刘总敢来啊？哦，爸，你找我？有我要先提设计会的代志，我想想的哦，也是互伊好啦。你甲迄份提回去的公文提回来互我。我拢已经处理好啊。你提前互伊啊？你要安怎做，我管袂着。也毋过嘛，应该先甲我讲一声。就算我迄个时阵甲你讲，我感觉你嘛袂同意。我甲友话冤家，也毋过咱爸仔囝应该袂有话袂当讲嘛。刷刷去，既然你出手啊，我嘛无想要管啊。颠倒是你甲慧敏，两个人若真心想要结婚，是毋是应该爱互相坦白，袂当隐瞒？慧敏，我甲伊之间无秘密。遮尔有把握，伊最近在做啥，你拢真清楚是毋？爸，你即马讲这创啥？还是你搁听别人黑白讲啥物？为了我即马讲啥，你嘛听袂入去。家己有目睭，家己去看啦。莫料准我平常时拢无关心你，我只是想要提醒你，每一个人拄到代志，拢有一寡看袂清楚的所在。考虑了啥款？我接受你的提议，就即个互相透3工。无问题。我会先甲老姐联络。啊，毋过我感觉你上好亲身甲伊见面，两个人面对面讲，较有诚意。好，我想看卖才甲你讲。我等你的消息咯。你倒来啊？今日哪会遮晚？代志有较济啊。暗顿敢有食？未食。我去请你阿姨烫菜，你去换衫。都安排见面了。林兴华一直拢是捧职业的高材生，即马佫家己创立一个品牌的新运动，完全是我追求的目标。
你哪会找阮助理这种体系的 model 来代言啊？要毋过真正足可惜的，这么优秀的作品，你互这个查某毁掉。3天后，假使咱无同意卖兴华，郭彩薇就把资金摕去开公司，变做咱的竞争对手。安尼咱就等咧红拍卖啊！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